心头的我出场以前啊，还是会快度戏啊，第一都偏瘦的，苦啊下，根本都冇陪到冇想到的，係啊，我有人按苦下來捱嘅腳啊，下捱到嘅偏瘦地位都要啊，門數呢啊，千行救命，下捱一叫到佢睇上點啊，冇人聽到。叫到20分鐘。客家人正講，客家界先鋒，上愛做到將你做雙峰。專輯做3年了。哎，那清久以前就是糖果機嘞。專輯都做3年，永久嘞哦。我會變面哦。我們獨立樂團辛苦，那大牌都不知道。哦，美秀集團的鼓手，親哥哥，同父異母。沒有，親哥哥，親哥哥一下，對，親哥哥。心路開喲，無從改的心酸。老爺到你台，老爺強下來。大家好，我係阿峰姑哈。我係金娜，大家好。啊，今日係你教育老爺嘅特別計劃。特別計劃哦。我計劃乜嘅東西呢？誒，我計劃水師一台隊。水師一台隊。哦，所以今日有唱歌嘅全部都水。哎呦，你啊，就開演嘅。可以下兩條水。哎呀，水可以有，唔會啦，你我水啊。唱歌欣賞，親友福氣給你啊。慈悲欣賞啊，幸福美滿，對不對？對啊。放眼望過去，看水應該是趙德，唔係。車隊不良，唔會咧。可能哦。啊，咁過啦。人家願意好冇？還是你的桃花運已經被斬斷了？可能啊。被李秋霞老師斬斷。頭髮嘅鋪款，頭髮佢哦。對啊。嗰行人要深水流汪啦。哦。水師高鐵也是偏汪嚟嘛。哎呦，真係啊。係啊。點解你講出來？等下就好嚟開講啊！看人家就讀過乜個水師嘛。係啊，哦，係啊，阿爺係咪有嘛忘記嚟嘅事情嘛？係啊，係嘛，係啊，人生個個代代多多少少嘛。好啦，等他今日就分享啊，嚟乜個水師哈，嚟 TV 咪 TV 起皮帶來後堂嘅歌曲。好嚟看看啦。分
家歌，客家歌，咩要好落花啲嗰度。哦，特別慢嘢歌誒。林戰一先生嘅歌曲。哦，戰一先生沒有下雨後落歌詞。對，哇，你真的很鍾愛他的歌。對啊，因為他也是你從小的老師。係啦，係啊，同意吹下版權費咩錢好？啊，你從小歌要懂適合啦。係，真的，佢可以錢要福氣啊，對啊，服服態態的。不是，我係講上得錢要福氣，笑面那種。愛吼，其實我不是一個很迷信的人。那有一次呢，我們要到那個中部廟會，好活動嘛，那就想講哈，三福袋誒，啊起家戲，哦，很多趕場的都這樣。對，那就想講，三福袋誒茶點飯嘛，哈，對，啊我就戲嘞，啊到現場想說，好換衣服，就衣服穿起來拉鏈。拉鏈是壞掉的，哇！還是你撐壞的？不是的，不是現場撐壞的，不是。哦，那就說，你那天小費應該會拿很多。對啊，沒有啦。還好那天就是穿洋裝嘛，就說哦，那安內就穿原本的衣服上場。啊，還他們拿點，想講可是時間快要到了，好吧，那就穿着走去舞台那邊，不會很遠。跟從喺新海哦，因為現在的鞋子都做環保材質嘛，跟吼環保材質穿久會壞嘛，所以我就不敢帶穿久，像新海我就穿着，想要行去舞台啊，走着，就因為就時間快要到，有一點趕，就走比較急，就踩到水溝蓋，哇，就趕快要。狗長海嘛，要趕快拿起來，綁起來，綁起來，團體，哎呦，那就想說，哎呦，嘎塞，時間又快到了，就到我們要。這個時候你就帥一點，然後把另外一根也拔掉啊。沒有，我們就只能穿着原本的平底鞋上場。哦，這樣很好啊，又剛好符合你年輕人。他輕鬆啊，安排就想好不好，就這樣上了嘛。好，開始主持人介紹完，我們上場。cái thông cổ cái時節，cái 風青苔啊，cái 頭那麼哦，吹到這樣，整個都是你要，我要一直去撥頭髮，啊，風太就穿洋裝嘛，裙子，哦，然後裙子飛起來，整個蓋到頭上。你那天就賺最多錢，好有畫面哦。羅哥是不是天陽寬太多了？瑪麗蓮夢露。然後一邊要顧頭髮，一邊要遮衣服，哇，上下失手這樣。當下就那麥克風怎麼拿？係啊，只能這樣啊。可能寫那一篇啊，孤條那麼愛孤群啊。好，然後我們開始唱了一半，覺得奇怪，為什麼都會有一個，就是唱歌那個麥克風發出來還是音響不知道，就一個呲呲那種雜音頻率的聲音。這種時就是磁場太強，真的，可能就好有一個雜音，這種時那個就沒有辦法繼續下去，因為那個雜音非常大聲，主持人就出來就救場。但是想講用幹啥啊？就是趕快請。就是修理麥克風啊，看少問題，看到底是什麼問題。然後我們那時候就聽到後面就是後台就是說，今天要開始前你有沒有先拜一拜？哦，問啊沒？問他就是問那個就是那個團主啊，就問金平宇有拜拜嗎？記得就講冇。哎呦，然後他們按了怎麼辦？團主就說：“那我們趕快先去，因為廟會嘛，好，主持人就是也是直接跟觀眾說啊，因為廟會比較可以，就是跟觀眾大家其實也是都可以理解，就趕快去拜拜啊，看是什麼問題。因為其實就讓我想到以前我們念表演學校，劇場只要不管是彩排還是正式演出，真緊。”好像都是要先拜拜，對啊，一般那樣用啊。對啊，那一次就真的就是那個團主沒有拜拜，沒拜拜，哎呦，所以之後啊，所以就是可能遇到比較熟的團主，要跑活動，感覺你有拜呀，提倡厲害，嘿，給真提哦。當下我真的實在是覺得，你有沒有暗湧？要拜啦，愛啦。我覺得。
要信啊，不要迷。对啦，对，要信。不要真给任何宗教都是求人家向善的，对。但是我们就信啊，但是不一定要迷啊。有人是迷到已经是空体啊，那个真的是尊重这个工作流程。对对对，我们知道，当然无形界的真的是很多，万物皆有灵嘛。对对对，我们真是要尊重。好，谢谢安之飞，谢谢你的虽事哈，不要连就好了哈。好了，还可以哦，有啥是抖抖秀就不会堵的。对对，接下来这个就是虽事连的，感觉有哎，桃花应该被斩断。对啊哈，超的不带了后堂的歌曲哦。好啦。点点糖，风中传来轻松，繁华的世界喷起一场梦，逝去的难再留，虽然心行在动，人生本来就是有爽。又好比一粒心要无情，又好比烟淡人生一梦，花木掩在心中，无恋无情无爱，徒留怀内般摇落。风中如年芳，随风轻吹送，等待有心人来抚情衷。温暖爱，细乎细又给幸福。如年芳，随落在风中。偏爱度过风浪的冬，如年芳，吹落在风中，如年风，曾埋在心中，假使遗憾有心来相请。爱度过风浪的冬，留在风中的如年芳。无言法哎，这感觉又是无言的结局啊，感情充满。我为什么会说他虽事连篇呢？因为你看，你给面大家这个要上人家建模世界，制作单位会问你一下嘛哈，有没有什么是虽事的经验啊？对，你们大概短短的这样一点点，他的一个 A4 纸还不够。对啊。真的，我都阅读障碍了。青虫哟，一张半呢。嘿啊，我一般我们人家看一下，就大概这个来宾大概有没有他的我真的不想看。冲掉，不用多啊。人家随时太冲嘞，是有多衰啦。可能写论文都写唔退。哦，你这个论文这个像迄讲啦，大家有谈过，像迄逢酒嘛，唱唔好过上瘾啦。有啊，有谈过啊。不过我不用过久，我17岁上瘾经验，我才好到上课嘅时间，上到一半肚子痛啊，我就讲先生，我会去偏手，夹去，我就偏手啊，我就夹拿到卫生纸，不用多带去，夹冲过去，好嘞，好关门，棒，动听完事了之后。
哎，跌到马桶去了，卫生纸，你要卫生纸，摆贴嘞，哎。掉到马桶里面，哎，给我去讲，哎，用板啊，我用毛带都数据耶，我就很硬，哎，有你冇，有欣赏冇，哎，我就说，哎，会不会有人走过去？这时节呢，后窗，哎，有一个司机大哥，哎，有转过来，哎，看好像有走过去，有喊过去啦，因为给偏黑停车场嘛，就想说应该会有司机走过去之类的，哎，结果他走过去，我喊了，他没有回应，他就继续走，继续喊过啊，快啲咧，真係冇人猜啊，冇人聽數嗌，用辦咧，哎，算了啊，氣架開門後咧，哎，開門，咦，哎呦，門被我好像弄太大力，弄壞了，結果門打不開，我，哎，就是啊，快啲咧，我就。講下就，哎，聽到學務處廣播就說，高二級趙德武，立刻到學務處來報到。高二級趙德武，學務處報到。哦，青台上呢，然後說哇，快啲咧，欣賞情愛，唔過係教官的聲音。啊，完了，怎麼辦？沒有人，拍門，啪，哎呦。門壞掉了，門被我拍到直接分解了。被你拍開了。對，被我拍開了。我想算了，趕快穿緊褲子來，衝到學務處去。我就到學務處，看到學務處，我就說可不可以借我幾張衛生紙就好？哎，結果教官他那時候剛好要去上課，看到我，他說趙德武喊第一次不到，喊第二次不到，要我3催4請才會到，是不是？現在學長很了不起是嗎？哈？老師跟教官都當同學看，是不是？啊，現在是要怎樣？啊，你剛剛幹嘛不上課？翹課是不是？你今天中午直接到我們學務處來站，然後寫自述錄，為什麼上課翹課？啊，幹了什麼事？然後後來寫完之後，下太高黑哦，董書記師姐就去學務處面前站，站起了一下哦，總務處廣播。跟解釋跟我去大便啊，他不聽解釋啊，他就說就你理由最多。因為我跟他解釋沒有用，他要趕着上課。你看我連我都連屁都沒擦，就看我內褲那麼髒。解釋，因為他很生氣。你董倩啊，董倩給時間來用板共都冇用嘛。但是兄，等他消氣再說。結果中午的時候我站了一下，總務處就廣播了。總務處廣播，高二級趙德武，馬上到總務處來報到。哎呦，兄公，哇！本給看到嘞，因為記得有監視器嘛，看到，哎呦，是我玩盆，我還想我連沒穿褲子都被他看到，結果到了總務處之後，教官隔着也到了，教官就說哈，趙德武，現在翹課就算了，還破壞公務是不是？啊，結果那一天莫名其妙就賠了好幾千塊，後期還有記了2隻小鍋跟1隻大鍋，哇，我真的被記了很多隻啊，因為安喲。按不條相講，做戲嘛心情唔好，來改編一下自己嘅創作就好了。結果改編，我一打開電腦啊，哇，全部都大便，比大便還慘，電腦中毒了。哇！大牛哥不是有人說什麼男人的怎麼低潮最滿嘛？可是我不是呢，我是低潮裡面都裝了音樂的東西，熒光嘅東西，結果一打開來，全部都唔配嘞，全部都唔見嘞。哎呦！對啊，那時候時運回家了。還有那時候我的 FB 跟 IG 還有 YouTube 全部都被盜用，我花了10天的時間才救回來。哇！對啊，兄弟他來空給他真給猛人病癌水啊！哦，你一天衰事連連。對啊，還1天之內。係啊，哇，真的衰。Vincent 自然跌到馬桶底部，多難 fight。冇錯，呼喊本撲到。真的天都有 fight。係啊，真的很衰。這真的衰。離我們遠一點啊！趕快回去，趕快回去。難怪那麼長，真的，他故事很長，真的啊，很衰。好來，殺下來，殺來，整20帶來後堂嘅歌曲哦。來，彈個啦。又好，我去用鳗魚港式會散，我就查好那天的天氣，
降雨几率10%，但是没想到呢，就那10%就真的下了大雨，风云变色，真的，就那10%跟着你，没错。然后呢，全身都湿掉了，所以就泡汤这整天的行程就没嘞，对，还是就真的去泡汤了？没有，就骑回家了这样子。云嘉电台是亲爱戏，一只节目，刚刚开始去奥多拜斯戏嘞，刚刚骑，就一个路口突然有一台车，哎呦，给你鬼切就对，嘿，因为我跟梦使用安豆是，就是冲到嘞，嘿，就砰一下是冲到嘞，开始是动痛啊，应该看一下机，因为机车跌到2半，按洋葱，你的是什么车？按你吗？你用傻子吉米哈有完没完？你冲啊！很多人太伤，后烫。我刚刚真是受不了。在旁边的时候，我就硬看两个表情，他从头到尾就是那种深情款款的看人，真的。
哦，两三因为共两家的含感情很好。真的哈，哎呀。无啦，因为我刚哈伫退下嘅时间，就我想，我等一下讲后某个时间，你要恩爱哦。就全部4位老师在那边，就只有他恩你而已。就对啊。哦，其他会挺累了，所以对呀，对一下，真的好可爱哈，很可爱啊。好啦，来分享一个衰事啊。就系啊，爱伫脱暑嘅时间，有一只暧昧对象。暧昧对象，对，就会诱惑啊。老公在那里，你在那边讲这个干嘛？还脱暑嘅时间，该就是。你们一定要确定现在讲吗？对呀，没关系啦，你有跟他讲分享过吗？应该是出戏啊，对啊，回避一下，你听到会不开心吗？有多少啦？真的哦，没关系啦，没关系啦。你看没关系。那过去式啊，有怎样的暧昧对象吗？就喺你约好我去永安渔港是会散，我就查好那天的天气，降雨几率10%，应该是不会下雨，很好。对，我就想讲啊，做得老記，做得去奧多拜，我坐啲後背難定去，窮下過去，可以度過一個美好的一天。但是沒想到呢，就是在半路上，對，然後就突然哇，就那10%就真的下了大雨，風雲變色，真的，就那10%跟着你，沒錯。然後呢，那時候。因為我們是導航過去啦，因為其實也不太熟路，就導航過去，其實手機導航也怪怪的，竟然導到該鄉間小路。哦喲，對，就很少人走的地方，幾乎沒有什麼人。還是那個導航是那個男生自己設的。對啊，他想要帶你去偏僻的地方。然後呢，就剛好在路上，因為下雨嘛，然後剛好路上有一群野狗，哎呦，對，然後就哇，而且很兇哦。野狗是男生安排的，真的。對，為什麼要安排狗？就很兇，然後他就一路上哇，看到我們騎摩托車，哇，他就整路一直追然後超恐怖的，然後就剛好下雨，然後地板都濕濕的，然後結果我們就。整個就打滑了，然後晾衫呢就跌到跟滿奶都會奶，就濕濕噠噠的那個泥水裡面，也是男生安排的，對，你都用過這個伎倆，對，然後再一起約到飯店，然後洗澡，然後洗澡啊，兩個人在那邊飯店裡面，然後摩托車又發不動，後對，摩托車就是牽起來，就是還可以騎，所以可是我們全身都濕掉了，所以就只好就是回家了。就泡湯了，對，就泡湯這一天整天的行程就回家，就冇嘞，對，還是就真的去泡湯了？沒有，就騎回家了這樣子。後來還有啲聯絡嗎？冇啦，就冇了，就跟白豬就破滅掉了，都沒有。就讀到曾宗偉了呀？還是那時候已經認識了？那時候還沒有遇到。對，要不然我以為曾宗偉設計的嘞，故意破壞好事。那些野狗都是他叫的，都是他叫上的。我的狗兄弟們，魚也是他請雨神來，對，人造魚之類的。哎呦，這是你的衰事就對了。對，就很衰，就剛好這人不適合你，天都幫你。對啊，你還好就是衰，然後對你才會遇到你的真命天子。對，你跟他約會的時候是不是很順？黑嗎？還蠻不錯的，連你媽都喜歡他。真的。對啊，青蛙先進賊。他是千機百戰，想要接近我，所以跟謝老師學3個。對啊。對呀。也還有心嘛。對呀，當有心嘛。對啊，現在也不用淋雨，又茶後事。真的。好啦，那你分享完了哈，這個事情之前有跟你老公報備過嗎？有講過，來節目以前有啦，有啊，係啊，這事情他不想記得。男生有時候不一定會記得這個，因為挑逗在曖昧對象，然後有後邊係啊，好，沒關係，怡琳唱完，哎呀，這個溫雅露狗，換老公來報一下他自己的料，好不好？好，看聽他多少個曖昧對象。好，來，哎呀，總比帶來。後堂的狗狗嘞。滴了這點點美人，愛
是想爱啥，除了看到天，看到背，看看爱一家，做嘛该为行动了下，除了这陌生的人。爱是想爱啥，除了想去好，想做晚，想做下一站。我现在爱情记，我假啥，敢做对某天爱你。敢做对表态，改变理由，嘛该都是木啦，还给不中合，爱不送爱用，看不用，敢做对发条，爱不理由。敢做对继续，爱免理由。爱爱做爱无啦，爱免甘愿丢下，爱无想爱用，也听用。除了这故事。爱是想爱啥，除了想表白，想某事，想到该开始，所以爱的地方，是哪位？哇，偶像，好深情哦，偶像，我都差点爱上你，还好光亮了。好啦，开玩笑啦。如果戴个面具最好了。冇要紧，冇那条歌曲係跳擺因為伫安布拉，伊上緊水母體的時節，伫即個何去何從嘅時節，航內位，所以是。反省自己的时候，下一个，要随时连连的时间下出来的歌哦，那个最有感触了。我跟你讲，真的。其实因为爱太好的时节啊，都好重过，所以大牌有机会去驻唱啊，该时节是是慢来去，所以该时节系因为有一个云嘉电台，因为该时节该伫嘉义台北读书，所以云嘉电台是亲爱去一只节目。我开始想讲动好啊，开始做啲改编重构啊，弹吉他唱歌，所以应该大摆是练动作新的歌曲，还有一摆是练动球，是练到，因为动匠等下新歌重出来，所以独练嘛，所以从练看时间差不多咧，行开始去奥多拜是去咧，因为。就是每随就是整条路都是绿灯，都会唱的，那想到那是去的，都有自信啊，就想讲我反正挺抽多啊，干得多，不会多，所以刚刚去就一个路口突然有一台车，哎呦，给你鬼切就对，因为。我跟某上岸都是砰，就是冲到嘞，就砰一声是冲到嘞，应该是是动痛啊，应该看一下机，因为机的叉裂到2半按洋葱。你的是什么车？按你因为机改装就改太多了，所以改到用整个很脆弱，所以整个裂到2半，而且看一下因此就台客这样子。因为应该又体积白发生那种插佛，所以应该是动匠，
因为有看到见面，哎呦，但是冇想到凶神恶煞呢。其實我是冇想到哦，你本單我是係唱的啊，其實唔係我也唔錯，路權是你的，還有基本沒有兩段式左轉，直接這樣子轉，咁講我還係配佢嘅錢，哎呦，就配佢了，所以我該排本來我駐唱嘅錢是一般是400 Q， 咁講我配8000 Q， 8000 Q 配咁多，哦，冇誒。算少誒，因為佢查已經團隊了。團隊了吼，咩黑哦，冇很警察。就是因為該班就是沒有這個經驗，所以就很慌啊，是動降啊，可能降基本打挨啊。那你下一次記得哈，要叫警察。對啊，聲音是他，小心。還有之前留很好多時間啊，冇按趕吶。對，這要真的，較多時間都是冇按趕，不要一直拖，好像你好像覺得我應該來壓線可以到這樣子。對，然後預留多一點準備，你就可以慢慢開，搞不好沒有騎那麼快，他這個就閃過，隨便左轉，你還可以應付的。冇錯，所以只動水，我始終該擺。不過我係愛讀書的時間，不過我出社會以後，哇，沒有一件事情沒動水。有那會一件事哦，沒有那個事情。但是有兩個人啊，哈，一個歌手 A， 歌手 B， 歌手 A 佢哋在節目當中從歌手 B 的歌曲，唔講冇鬧歌手 B 講，佢是從佢咧，還有用對咧節目當中，所以阿用伊算起來是講係智慧財產權嘛，唔講但是天台會播啊，天台播出以後，我是看到覺得怪怪啊，唔係佢嘅歌曲，唔係 A 嘅歌曲，你都係 B 嘅歌曲，所以應該是我就好意提醒這個小編，網絡小編，馬都會小編嘅問題，應該是小編這首歌是 B 的歌曲哦，唔係 A 的歌曲哦，所以然後就小編說好，馬上改，然後結果我也有跟那個歌手 B 講說，怎麼剛好就是被唱了，然後沒有跟你講，這樣子，然後結果哇！就冇想到歌手 B 是動壓，壓到為死，就告這個歌手 A， 所以變性應該算我變成廖北啊，公親變事主，是不是？所以我雞婆，你咩後裔啊？因為後裔啊，所以兩下其實拄到歌手 B 主持嘅節目，歌手 A 啊，歌手 B， 歌手 A， 歌手 A， 因為我是太小了。本來從配上音歌曲嘅改唱音，要去主持嘅節目，因為看到曾仲偉就是這個廖北啊，所以他現在就封殺我，就不讓我去上他的節目。真的哦，哎呦，哇！唔怕啦，你就來鬧嘢就好了。其實沒有啦，聽就有時候誤會，大家解釋一下。對，應該冇乜個問題啦。對啊，應該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對不對？還有因為只是有時候，那如果歌手逼他，如果這麼執着的話，那可能就也很難搞，這樣，對不對？所以大家係。睇起來想法冇強用，我冇溝通啦。錯，係溝通好，都水重繞。有陣時嗰個本來是大家安尼流傳傳唱嘅親厚啊，對啊，彼此互相尊重，這是最重要的。Kimoji 啦，Kimoji問題。可能係咁樣啊，所以應該自己都只是個愛。你很無辜是不是？有時候有一些事情哦，真的就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過了就算了。係咯，拄到你一件事情之後，我係唔會按機玻璃啦。你自己咪清也行啦，好了，所以哈，懂了啦哈，不經一事不長一智的，好。你還沒清好啊？你還要做個欣賞，係冇搞行業、搞創行業，做你自己喜歡嘅事情。對啊，幸福美滿。對啊，好啦，謝謝廖北啊，謝謝。還是什麼鐘明？鐘明真的好會唱，又會創作，剛剛唱歌真的好。剛剛那跟安安好有氣氛，好有味道，感覺你如果不要看他的人，覺得好像是不會，我覺得他也很可愛啊。某個天王在唱歌，好像張學友還是？那你看他的人以後嘞？陳奕迅，看他的人就很可愛啊。好，沙雷，哎呦，恰起過欣賞。哎呦，帶來後堂歌曲來等我啦。
殺了老雞蛋啊，一怪啊，冇怕了輸啦，也牛了上啊，隊伍啊。基本上你乜個隨時，係啊，唔急要乜個隨時，對人安好嘛隨時，係啊，呢啲波動拖動。係同講，也就要從細先開始講，從細嘅事情，細事情先講。哦，以前喺度，人講壯遊咩都河壩就要上山嘅，啊上山以山方較有錯嘛，哦，佢牛嘅啊。哦，佢認為當集，佢有錯好說，確定你家己都爬過，但是可以多些會認，多些會認腳一下啦。你講讀到有強樣去作認為嘢，有啲認為農業認為啊，佢認為唔熟悉嘅名奇奇怪怪不名，係唔熟悉嘅嘢啦，佢會作劇，我亂表。你講劉德華寫嘢呢，我拿做嘅東家嘅以為冇嘅啊，嗱，東愛叫幫表，就係而家寫嘢，企牛一天到面前，佢腳臂特別白。哎呦！佢照嚟講，佢講當然有父母嚟路啊，嚇，十條路，腳可能骨頭都衰退，唔會斷嘅。但是人哋都神呵，佢神婆有奶，佢踏落去都好，讓下去腳都。都是會風中啲，過去到那了山內行，以前寫嘢看冇好食，當後雜以為冇嘅，青島起碼看了，廿嘅按到嘅廿成呢嗬，廿嘅按到二支歌就講錯白，細啲嘅豐富，細啲嘅豐富，五六字，五六字是歌嘅啦，係那個有一種五六字哈，細啲五嘅，佢咩佢清甜清好食啦。但是劉德華嗬，佢唔係乜嘅牙膏，摘一擺，天天攞皮踢一下，每叫肚子就會痛，佢可能有吐嘅，係就變呢個模式唔啲啊，佢嗬要去到學嘅，所以老人家我同佢講，劉德華神行劉德華講，佢要香菇哦，都鬧菜，佢香菇劉德華要吐嘅，每天講都食得啦，哦，過晚了，四年就天後晚了。去到佢聽老人家去嘅茶園也好，嗬，佢要輸嘅啊，前後爬，
哦，佢爬樹嘅啊，我同講到爬樹嘅有樹嘅天然就爬很容易，但是有一樣東西冇發現到，尤其係熱天嘅時節，強臭啥？唔係臭海膽，冇你講臭海膽，佢係一種體型嘅毛毛蟲，搭定嘅樹嘅，佢唔知啊，爬上去以後，哎呦，乜嘅，一看到，哎呀，樹爬終於較長哦。佢一看到樹嘅油機嘅臭海膽暗藏，嚇，鬼樹嘅對，標定下來，佢較高都咁標啊，佢死人嚟啊，也係標唔得咧，所以佢種就千恐怖，佢尤其嘅人講誒條苗啲人講日毛蟲，別不講農毛蟲，嚇，佢種啊，雖然講佢細細條那縫縫嘅啊，佢你講用佢做嘅起，按扣住，等日嘅毛起來，我比起來啊，隨風比啊，佢走到就開始一身咧。哦，真的啊！哎，佢真是就這個來講當，哎，就當土嘅東西。佢細年一天再條帶衫，一條帶褲嘅就上身，就去裝牛嘅啊！哎，嗰班嘅了，看到個蓬雕啊，細年嘅前後設計嘅嘛，蓬蟲，蓬蟲，嚇，蓬蟲，哎，一下就蜂蛹，唔免拿嚟泡酒嘅，冇啦，幾種我都毛辣嘅。一毛辣嚟，係冇啲私煙講嘅啦，嗬。佢就像人毛辣泡樣長長，一穿嚟天天，佢捧嘅就差唔多像個人安排天天啦，嗰種毛辣嚟。佢人看到佢要碰到啊，佢會拿石頭去同佢揼，揼完而家就會講到誒，佢冇碰嘅，佢樹盲啲係要碰嘅，有被掉到，有被掉到。但是以前嘅食材講。佢就真係很多牛啦，佢真係很多牛，大概以後去山上轉來，咩嘢爽就幾爽，就按你狀態啦，真係狀態。到後面周邊轉來咧，靠入到中油，中油我要講我視察，我到視察清江，走到去上班，哎乜嘢要獎倉，獎倉等於什麼？獎倉咪？獎狀發蛋，發蛋哦！你講哦，今日買完你獎狀，佢大家都簽希望剝樹到剝飲到啱樣咗，但是被飲到就冇法吧？因為樣呢，一般來講，視察你像係這位做40人嘅，一年按樣這位東西，難免一兩種嘅定位。但是呢，這種較冇相干咯，嗬，佢。像也人哋時代進步有嗰個科技嘅執法，就是科技執法。對。哦，我同講，佢種學就千麻煩。哦，那樣是比走到都沒講，沒地啊，但是有時你讀到，比如講，也像去一個風綠的，反正去到一班茶食到，茶就讀到田嗰個線嚟，就冇法咧，就會發蛋。佢較爭我，佢當900嘅樣田。佢有一擺嗬，係本嘅真房車，按講真房車好啦，就一般嘅人自家試一次用茶，佢都做件便宜件出嚟，嗬，也有作制服嘅，佢講佢停20公里，停20公里，到後嚟發到哪裡啊？五權西路、5權西路，台中嘅邊咯，台中，就照正常嗰樣事，也冇超速，因為我嗰種中巴有天數嘅。偵察警察蠻慘，啊，佢我同講，佢當麻煩，佢個天，我去到我5權西路加，佢同我攔下來，我上來都冇超速，也冇慢。哎呀，來，我同講，唔加到那頭嘅那團，廿80前度都走到中線2公里，一天都是出去攞擺。哦，佢條肌肉都錯，肌肉，停20公里，就停5肌肉，冇法吧？個呢呢公司名係長大，結果呢，我也沒同佢講，我講我就做正常事啊，講有，人家做半我就啲咧，水彩呢冇法，唔像佢一般來講，我哋一年出差200、400嘅人，佢俾一發4000。哎呦！因為我哋有專業司機，嚇，像我本身係拖茶牌，專業司機係較貴就錯咧，較貴，就像我哋講，一從門之界要處理就錯嘅。也
公司抢，还唔随意视察，有所有违规，全部一起给他担。所以我就尽量啦，虽然我40年，数到还有1-2-3桩的有咧。哦，那还好啊，差唔多，清色，清生意啊。有啲人哦，像我哋巴士本人投訴嘅，乜嘅都有啊。啊，乜嘅架查巴士表述到100樣萬樣吧，其實調記錄出來一看。100天年啦，有啲人我跨太期次，所以有啲東西哦，千難啦。尤其我哋做專業嘅人，因為希望講，結尾特別我哋組長就會講，啊，我哋追視察，嚇，偏偏安追，偏偏安做，真好，真好。莫講咧，盡量莫講啦，嚇，莫講為咗趕時間來操作，佢發到自家單咧，有咩興趣啦？所以我哋做司機嘅嗬。就盡量守規矩，因為我有講過啊，我哋發一天比老闆人會發高階批嘅錢，我哋講2000、3000，我哋就可能5000、6000，專業司機就係咁。行查咩平安啊？行查平安輕重要，對，係，冇錯，係。哇，想想我哋嘅警察啊，真係當無聊。冇法啦，開無單，因為佢一種。佢專門針對太險嘅查，拖拉機未停過啊，巴士未停過啊，係啊，你像倒查落去，嗌試嚟中線，試出去還是唔得出去啊？當到4查上下班時間，測查，冇拍超過，佢講超過1多公里，冇法，一拗唔得咧，帥，真係帥，按到查，你都聽到，唔停劈頭一聽到，因為公司嘅名是問題，有針對性，冇靠嘢，我做得，愛用上就好啦，我上按到，好啦，平安最重要，平安最重要，謝，好啦，再做休息。安子 C， 哇，这里蛮衰的，这有一点被针对。好了，杀下来。哦，杀下来，嘿，起司 V 带来后堂的歌曲哦。来，唱个啦。变态来了脚啊，还是有点习惯啦。小前頭我出場以前，還是會發毒氣，第一刀偏手咧，苦啊下，根本都冇配到冇上到嘅，係啊，我用人按苦下來奶嘅腳，係啊，下牙到嘅偏手點樣都要啊，門手呢啊，千恨救命，係要叫到佢睇上點啊？冇人聽到，哦，叫到20分鐘，叫到我上都冇提議咧。
愿意，难免也是无大个小人，愈彩是甜的就在伊。一家的人生，一家里，不是向前，甘愿穿路边。后堂哎，几个欣赏今天的打破哎，这鼓手的，分享一下衰事吧。衰事啊，衰事。应该讲，因为人生的路途有很多事情，其实有赏识，可能一点小事，其实都有一些不如意啊，不如意，顶多就是这样就过去了嘛。啊，不过所以。佢上時因為可能係高中畢業，睇下地講係可能高中畢業時候做投入一段時間，就做冇順息嘛，啊，就做阿姨吧，小阿姨啦，請我講啊，冇做多發展可能，啊，做安尼去發展。啊，想講對我來講係一種好啊，冇做吃可能換一個跑道，沒好啊，幫一個環境，幫自家吃可能。係啊，啊，就我就想講過去，然後結果還蠻多。其實我去嘅時間其實有兩種心情啦。人家講講去，啱講要講少，因為有啲地方冇去過。我想講啊，這會不會有什麼演出名啊？因為對東埔完全不了解。想講可能就經常分的地方，咩山東島啊，也係講全部不太一樣的人住在那裡呀，就把它當做另外一個國家，有很可愛啊。我會把它當成另外的國家講想講台灣後山啊，完全把它當做是一個另外一個國家的想法，而且所以些時間我其實蠻擔心，說自己會適應不良。那後來去了有？去了以後。也還好啦，看起來就老苗栗差唔多。對呀，第一波查檔，想會不會在路上火車站就有山豬啊？就沒有啦，也沒那麼嚴重。這個自己把自己嚇壞啊，所以想講，本切家就講，有咗期待講，啲發展可能有咗新的發展，所以帶着很就是希望能夠改變一下心情。結果去到嘅時間啦，一開始人家冇碼頭路啦，就聽到這個小阿姨就做啲小生意。我係你，結果冇幾機會聽就讀到風災啊，就係颱風大颱風啊。不過幾隻颱風平常時發展讀到颱風，算起來咩？很平常啊，因為很多颱風全部是東部先來嘛。係啊，結果危險唔係講會淹水，淹水，它已經淹到1層樓半。法臉嘅片，規則法臉師啊，就係講你會食公正包子有嘛？給人，因為給上司嗌全部啲給他發通，就在公正包子給大北全部淹大水。中華路那邊海水倒灌了，是不是？因為有一個美崙溪一損航停啊，所以它整個暴漲，就整個淹下來。啊，去歐多拜是上完一批，哎呦，你有冇規則嘅？全部淹唔落去，整個都進不去。發生乜事情？看新聞上提講啊，原來法蓮是整個淹大水，那個淹大水好像好幾天退不掉，退不掉。很多年前了哈，30年啊，30年前，79年，幾張戲嘅時間，對呀，民國79年嘅時間。啊，所以說啊，慘咧，啊做生意要做唔少，啊做算了就。當做放假，可是他總是要重建期嘛，然後所以就我就看場電影好了。佢上次啲法連冇朋友，就去揀一款。我好騎車可是我騎車我喜歡騎重型機車，我不喜歡騎那個打檔的，沒有到打檔，就是比較重一點的那種。蘇克達、封神125，封神125，對，封神125，對，欣賞一個對，結果冇想到，因為我那時候又很喜歡穿超迷你短裙，哎呀，結果沒有想到從地下室上來，結果我一個打滑，砰就跌倒，累殘，就累殘了。結果那累殘，因為可能是因為。
到了一个陌生环境，反而会悲情化。遇到难过的事情，遇到衰事的时候会悲情化，连续假天事情多。哎，好不容易一开始台风嘛，像好不容易来换环境，干嘛遇到什么台风？结果听一把又累惨。转去要狗药的阿姨没没时间，估来就像电影情节一样，把它演一遍。咬着，然后擦红药水，用声也要绑在屋顶上，还要摇条毛，还要哭很大声啊！古装剧看太多了，真的。咬毛巾不是要做别的事情，对，觉得很够衰了吧？我想说，好，这2件事情过就好了嘛。结果没有想到又来。干嘛不知道为什么？顶用板起又堵到一摆太台风，又空用海风柴，又黑暗的烟。可是那时候，我谢阿姨就讲，天天来做生意，没懂辛苦嘛，去干没自己就弄一个。那时候他就帮我弄一个做法式的小摊位啦，没黑低公正包子给他们。结果街上是有个大超市，就是像我平常时就会收摊的时候，就把那个东西就货放在那个大超市里面。梯房喺老几主位嘛，老几主位嘛，就香港不用喺底包，结果堵到风柴，结果又把我全部引这样，哎呦，哇，引这样，就又整个卖的东西又给省本还几人来出的呢，结果又被淹掉了，又要重新来了，又要重新看电影，周而复始，结果后来他又要帮我介绍，对。没有，那就重点又来了，因为给上司就是因为虽然小受伤了，但是就其实也蛮严重的，只是不太能走。结果听一半就又遇到台风，又再一次，又再一次连休就冇多1年的时间2摆风柴，个2摆的摔车，后来就堵到赖老师，就因是赖老师，就开始时间开始好像就有转晕嘞，可能也就这样吧。对呀，你看多好啊！哎呀，像好啦，也算是一个。你冇可能水都带啦，哎呀，我会发给上司嚟香港，还蛮做喺讲，因为也都水是。高铁以後，阿姨就講佢叫去讀書誒，都攞去標啲法典，唔可以抄嚟。這樣講好像太過分。唔該，讓我自力更生一下，然後就要慢慢的也給自己順利。1年多下來，1年浪下來，找到自己的出路了。本上很想我離開法典嘅，跟上司很想我離開法典。好得冇？有計劃啦，有計劃離開，結果結果就對啊，一都要驗分，老法連驗分，後來我驗方嘅，個都要好嘅，對冇？多兩下，你看。對啊，建立情深。太好啦，謝謝你的分享啦，阿子 C， 阿子 C， 對，真係一開始要水嗬，係啊，3水6方係嘛，水過後一定要旺嘅，就6方咧，所以一定要水過哦。係啊，冇啦，好嚟沙嚟，沙嚟就係3水6方嘅真民族先生帶嚟學堂嘅歌曲哦。彈㗎啦。台
哎呦，哎呦，朱先生，对，分享一下，那个水师的嘛，真是咯，冇想到的事情。该下哦，10多年前，没有你咧太同国民学校，當到個禮堂會出家嘛，啊，只本人判戲師啊，哦，該下都沒有啲黨風，啊，所有嘅太少事情啊，沒有會啊，哦，也係判乜嘅人創會藝術下鄉，全部是安排捱，係啊，嗬，誒，嘟呢，該到嘅片數嗬，就當冧嗌啦。林崖係啊，是一條橋嘅啊，哦，橋頭擺嗰種偏數啦，係啊，韓國呢根門啊，嗬，下節啊，就冇地嘅啊，你要從溜出來，將你哋嘅偏數咪咁樣，哦，真係嗎？係啊，要空啊，真係啊，係啊，腳骨看得到，但是幾下高啦，係啊，家下我是忙前雙腿啊，我都是要痛嘅，係啊，我是有隻習慣啊，我。走線條係我出場以前啊，我是會快肚絲。哦，我有一些緊張啊，係啊，我快肚絲像腸燥症咁樣啊，哈。我緊張，我是身上偏瘦。係啊，哎呦，唔知做嘛，我肚到咁樣人咧，家下嗬，還忙上台以前，還都嘅庭院嗰度還當聽我着講嘛，晚禮服裝咧啦。很多個翕相擺 pose 啊，忙啲一刀偏數咧，苦啊下去，個嘟嘟我老聲，啊，人望人哋，嗬，根本都冇陪到冇想到嘅，係啊，我永遠按苦下來奶牙嘅腳，係啊，你特別叫人用奶牙腳，係啊，佢開下來呢。按奶牙嘅腳，嘅嚇嚟到藝作嘅高踭鞋咗啊，嘅鞋帶全部俾嚟團體。哎呦，係啊，嘅隻腳啊，做腳啊，是比嗰種嘅鞋比嚟出去啊。你我都聽出佢都唔掉佢嚟。嗰是變態嘅嘛。變態啦。係啊，唔知乜讀到咁樣人啊，你咪冇陪到啊。誒，嘅嚇。有看到人冇？冇啊。哦。啊門關咧，你用會看得到呢？夾出去啊！哎呦，我唔敢出去哦。係啊，跟人當到個視頻咧啊，嚇婚禮都個主持咧啊，我臨時偏數我走出，冇人啊，嚇我到個偏數點樣都要話門數咧，我千係救命，我一叫到佢睇上點啊，冇人聽到，哦，叫到20分鐘，叫到上都冇提議咧。人哋婚禮現場這個偏數叫。問題嘅而家禮堂嘅偏數嗬，上嘅嘅，當年上去讓要偏數嘅嘛，係啊，所以很冇人啊。我當然是2分鐘要就我醫生嚟講，發生乜嘅事情？我講我肚到嘅變態嚟，我講我嘅鞋到嘅我背嚟啦，我唔敢出來啦，叫唔怕人哋出來，我到啲入去嚟，係啊，佢樣吐我出來。結果佢個惡事看到我呢，舊模組嘅叫做阿伯嘅，佢變態，佢攞把電跟住散好事嘛，係啊，嗬，應該唔係啦。嗰啲惡事看我做嘛，叫到木主啦，係啊，一無所所，想發生乜嘅事情呢？係啊，都過後啊，你啊90年來咧，我上片數是唔敢。哦，一天都有眼皮的，我有陰影嗬。會啊，我有陰影啊，都未聽我朋友講，佢係本人送到嘅片數地位度去，本人傾啊。哎呦，真係啊！我係上到還是強。哇，這麼刺激！啊，我係啊。真是，很可怕，真的。哦，罵人讀到正常嘅人係讀到安嘅事情啦。再堅強的人，堅強嘅人咩都唔掉，是會崩潰嘅啦。對啊，佢家佢咩要講啊？佢一般啲語言嗬，係啊。唔講係講到呢行係會準，會準，係啊，會強，真是。你阿唔是講咧啊？按到寫咧唔是講。哎呀，韓語乜故事？韓語啊，韓語啊，係啊，嗰天嗬，我哋家下。大家樂就話6合彩啊，當時行嘅時節，係啊，所有出到獎嘅人是會搶下一主持，哦，對啊，好啊，一天我搶下一主持，係啊，很鬧熱，係啊，韓國佢建廠嘅時節，其實會標嘅紙炮咪，哦，一標搞到當粉去嘅，其實搭到嘅舞台燈來，
哇！结果係啊，剛來主持嘅人啊，體質是本來先多啊，哎呦，係冇，個吃油萬歲，啊，嘟嘟嘅下就作嘅用嘅小碗宴服，用嘅用嘅啥樣嘅就啊，哎呦，唔對啊，個氣泡一穿下來，幾下小嘅，哎呦。係啊，瓜咁我死抹啊嗬，抹到未空樣啊，全部碌到一孔一孔啊，就像本火碌到按一點一點啊，係啊。個主人家應該包下多冇啊，咩冇？係啊，點解冇陪藝啊？哎呀，眼望啊！係啊，創案多獎沒冇講嘅事啊，沒得賠償。對啊，當緊苦啦，我哋正經，該用嘅陰影嗬，這真的很衰，會讀到。真的，不，現在老公這麼疼你，係啊，對嘛？係啊，就這樣，幾多奶幾多品都奶，平鬆平態，正按保護，係冇？所以講事情啊，嗬，三水六旺，你自家啲啊，高鐵嚟，高鐵嚟，一切平順，平安哦，萬事如意。最重要，太自家沒重要。咦，會平順哈？真的，怎麼突然天天開心啊？就像按民族志講嘅，哈，三水六旺，所以大家一定會過人生之外呢，一定會有水師嘛。高高低低啊，高高低低，過後以後，人家所有時間冇上岸到，冇上岸到，就本佢過去啊，準備過去一定會順利，會如意嘅，就這樣嘛，係啊，冇上。對，哈，大家平安啦，大家順心，愛順心，這麼突然。好啦，安啦，接下來看下一段精彩節目，好啦。客家人正講，客家界先鋒上愛做到將出雙方。專輯做3年啦。哎，清橋以前就是糖果機咧。專輯都做3年，我會變面哦。我們獨立樂團辛苦，那大牌都不自傳。哦，美秀集團的鼓手，對，親哥哥嘛，親哥哥，同父異母，沒有，親哥哥，親哥哥一下，親哥哥。腦熱音樂飛，哇！今日喺節目當中啊，來自於新埔嘅人後生嘅創作歌手，其實算客家嘅新生代嘅創作歌手非常厲害。佢幾厲害啲嘛？佢有得到2010年嘅原創音樂大賽嘅第1名，還有現場嘅表演獎。哎呦，超厲害嘅一位歌手。有上次講真係第1名嘅冇一天會逢，第1名嘅真會逢，真係。誒，跟正經係哦。當奇怪哈，跟某一天啦，對，等下好，讓弟弟愛下，好來分享，新上台嘅歌手 Wiz 黃宗偉，來，看下哈。This, yeah. We on this, yeah. Hacker boy. Go-mo, not gonna slow-mo 向天轉粗口，冇辦法落到，冇辦法放個手，嗌唔起講講，只會速度情感。I'm on a go-mo, not gonna slow-mo 你講嗌 go-mo 嗌起粗口，冇辦法落到，冇辦法吹走，嗌講起要爭。I'm on a go-mo, not gonna slow-mo 客家人正講，客家界先鋒上愛做到，將出雙方，只會搞出動浪。I'm on a go-mo, not gonna slow-mo 愛說愛做，愛說最好做，切得出唔到，切得唔打掃。I'm on a go-mo now, might go kill more letter， 日子就寫目標 ，climb that shit like ladder， 經營學冇高，全部種種為準，人生路800條，設計對到最準 ，zoom keep it accelerate， 電工一通別實現，通通 freeze 這條線，才藝全部看見 ，pen and tears evaporate，all the war we penetrate，might go hard yet I have faith。Might go worldwide, don't know yet. Go more, we initiate.
Write this story on the page. Mother tongue elaborate. Easy lay up on face break. Roof phones turn that AC off. 窗门打开天气好，心情老速度天天上，装在车上天天唱。Go more now, kill more later. 写目标 ，climb that shit like ladder. 真劲學魔教，愛國嘅歡喜回轉，人生路八八條，設計對到最準，設計對到最準，設計氣氛最準，設計氣氛最準，糖氣加計上工最準，尤其是加加起準，尤其是送氣滿分，失敗嘛經驗滿分，每一堂計都冇水準。On the go mode now, yeah, yeah.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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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go mode now, yeah. I'm on the go mode, slow mo. 每把風落到，每把風刮送，暗氣槓槓，因為速度情感。I'm on the go mode, slow mo. 愛係你操控，每把風落到，每把風吹走，愛講係要讓。I'm on the go mode, slow mo. 下個界線風，上風愛捉到，更要捉雙風，因為高處動浪。I'm on the go mode, slow mo. 我是最後走，絕對蠢唔到，絕對唔打慫，愛你是都動槍。娜姐好，一招四周的形容天天帅帅哦，是梦，后上你的态度啊，唔系狗毛，对对对，然后你大哥一样，哎，真的狗毛厉害啊，厉害啊，因为到创都懂厉害时，后人家上用按狗毛，哎，你其实狗毛咪就好嘅意思吼，嘿嘿嘿嘿，对对对对，好嘅意思，好的意思啊，对对对，对啊，那。啊！那电视机前面的装批，我讲，哎，嗰啲後生嗰啲創緊乜嘅東西，我真睇唔實咧啦。我盡他家講，也做現代音樂嘅進步，冇錯，對嘛？也後生人佢也係接觸嘅音樂做嘅人，世界性各式各樣嘅，各式各樣都有。沒有他家哦，這邊總是唱到人愛似遠方來嘅，你還沒一種風格啦，嘅傳統嘅東西，嘅咩一種歌嘅，但是也真係後生人也係目前嘅態度。嘅東西，哦，也做流行啦，嘿，講按國語嘅位置，耶，大家好，我係 Voice，嚟，滿好咧，滿好啫，大家好，我係 Voice 方中輝，禮拜東方係出專輯，終於專輯嗎？其實嘅。係那種迷你專輯，EP 啦，EP 一條歌有3條歌，EP 嘅5條歌，5條，跟住加一條就變專輯嘅啊，6條都做得嚟。其實為咗本來其實想係做一隻完整嘅專輯，不過其實遇到程度嘅困難，因為自家做嘛，因為買到朋友強下咪從來唔識做過咧，欠摸啦，梗係一部分，還有種沒有經驗，對，其實本來想係做完全嘅專輯，不過到每次去咯，冇因為你做到差唔多3年呢，3年咯，總是做3年啊，很久以前就是彈歌機了，很久以前，就會過某2條歌，真的啊，最先係過某2條歌出來，你其實是想係做種專輯，不過到每次去到，冇是。用一個 EP 的方式做出來，先做出來，先有一個成品出來。係啦，一張專輯要做3年，我會變面哦。係啊，咩3年？是啊，
有请庞大的制作单位老有那你是七个编剧，今天的编剧七个。我们独立乐团辛苦，那大牌都不知道。我就是特别欣赏你们这种独立乐团，自己创作，然后自己就是把自己所有的想法以为某案的周嘴音。我们也是集结很多人的创意想法，是啊，只是我们钱可能比较多一点。我有钱，我也想要给大家一些想法。对，自己没想法就要靠人家了，没办法的，对吧？你介绍一下你那种 EP 好冇？那種作品佢喺度歌舞，其實歌舞大部分大家知道哦，係馬英係是一講嘅，喺行業地位哦。不過其實應該容易係人啊，然後人文歌舞嘅人。動唱，咁個係完全冇強烈嘅意思。歌舞是講，因日文地位嘅歌舞是講，你想去做一件事情，因為我去做咧，要痛起來，聽痛起來咧的模式，這樣。歌舞就心動不如馬上行動。沒錯，就是講求行動速度這樣。歌舞其實是馬英講，你用按歌舞啊，很可惡這樣。對。其實是講用嚟歌舞嚟名，來 M 度嚟做。專輯吼，地位是講到就青島，其實做了一件事情嘅歌唱啊，遇到嘅困難啊，老師家講我有耐心啊，然後當到嘅心情都寫在這首歌裡面，這樣3年呢，3年研究呢，係啊，真的吼，做到韓國模，係啊，真緊，台語還有講古模，古模，也可以這麼說，古模當會一種意思吧，就是很孤僻，很那個，就是不龜毛，古模。那種做東西很講究，講究龜毛啊，所以他一張專輯做了3年，想嘛啦，咁樣因為兩種關係，也可以這樣說。製作嘅歌唱地位都會用。歌唱哦，其實遇到青島困難，所以講你係自家後生音強下來做呢一件事情，你其實未完全冇相關的經驗吼，係啊，因為做一作品係講。這不是一個，這是很專業的事情，不管是錢啊或者是什麼。不過我覺得對我來講，大家這一趟吼，我覺得最後嘅收穫是講，其實你老編劇強下做了一件事情，我們自己也會有很多的成長。就是說，因為音樂其實係音老音嘅溝通吼，你係最重要，係交流係最重要。講真是。做音樂不是說只是你自己，只有在你自己寫的那個時候，包括在製作的時候，很多人跟人之間的溝通，聽得懂些討論。對，我反而覺得這個過程啊，其實是真的很辛苦。但是我覺得最後這樣大家一路走來，其實到最後，我們彼此都有很大很大的成長。然後不管是對於說我們跟朋友在就是溝通音樂的就工作啊上面的溝通什麼的，或者是對於我自己跟我朋友之間的關係，我覺得其實都一個一起，這個是完全別人沒有辦法懂的，只有我們會知道我們經歷過什麼。對，很有想法哦。對，很有想法，很棒，真的。同樣嘅朋友向下製作。係，其實呢種專輯係嗌老嗌製作人喺度數開佢咪係行音，係佢係慶祝。信奉嘅行音，你其實係各種哦，佢係成愛人演嘅學弟，所以你就欺壓他這樣？沒有，我們聽我的就對了。沒有，我們就是一開始就是聽音樂，然後熟識，你就自己，你最先吼，其實係同樂團合作，都每做嘻哈，所以你就知道我認識他有多久。講樂團嘅哥哥啊。美秀集團的鼓手，對，親哥哥嘛，親哥哥，同父異母啊，沒有，親哥哥，親哥哥一下，親哥哥。美秀集團也是真的還不錯。係啊，難怪家爸家妹支持啊，有賺錢嘛，對，有賺錢，應該有機會，因為我拿獎嘛，都在支持。一個賺錢就夠了，好，一個賺錢就夠了，錢給你花，是不是？那現在那個有台有一個節目叫《大嘻哈時代》，愛定。上次也看他們第1季的也是那個有一個也是哈干人啊，把自拍蹦起來，蹦了，對，然後就念得很好，對啊，很有意思。來，現場教我們一下那個用版 rap， 他是 rap 王所以厲害羅哥啊，羅哥只要有 rapper 來節目，他都要挑戰，你知道嗎？是第一啊，我數來寶王對吧？rap， 我覺得要不然我們就用一個客家的童謠來 rap 好了。天公落水，天公落水啊。然後羅哥要怎樣講？我覺得公蟲哦，對我來講其實是一般係公。
日版係衝。佢說你想係講衝，其實有下我講掉，你知道，就是多念一點的感覺。所以它本來像唱，我們就是用念的。然後還有一個點，速度要快一點。對，好，本來是這樣。天公那落水呀，阿妹呀。好，我們快一點。天公那落水呀，阿妹呀。大年的馬來都行，隨便。天公落水，阿妹。大年初末來都行，隨便。對，我們試試看。然後我幫你們打餅。就是說，在那個節拍跟節拍中間的空隙有沒有？這樣。沒錯，就會繞了。然後是很簡單的。OK。Hello，哥先。落水啊，阿妹啊，阿妹，大多錯莫來到行隨便。來兩片做麥。嘿，行水啊，醬油醬。你個水做，手來手去，手到那片手，好嘞。我跟你講，那填詞給前面觀眾朋友，唔好按念咁，哎呦個答案簡單的念。我念都有味道，很改啊，真的。天公，對啊，落水都有味道啊。妹，這樣是不是沒人會相信我會饒舌？剛才這一段，不會，厲害，簡單的回事，厲害，客家界的饒舌天王啊，不意思，真的，來，再帶你一條歌。好啊，我實下來從那條準時地步，而家自家咪。當中意嘅跳歌，有一個印度全本耳講，全本唱哦，係全本愛唱，按歌模啊，對，全部本唱好啦，本唱好嘞。小孩子跟家長的真的很有，我就經驗，他們也覺得說啊，你這個朋友圈，你這個圈子可能不好哦，你不能講他朋友，可以有聽嘻哈音樂的朋友。我很希望他教一些這種，但是他教的不是嘻哈的，他是吸別的東西的。你敢做的體膚嘅深度兩種無奈，嘅狀態頭腦突然間打結嘅火態，定係冷戰相都唔會來唔切愛啲，嘅深度實在過熱唔起，唔過記，但切都有下好嘅風險，愛人本來愛好小時間不容易，就掉眼熱色下魔，決定後悔的就脫離，你講不記得，還記唔記得，還有傷感嘅時間，有幾多太遠，不過你深度嘅感受老鮮豔。乖乖糖發煙發足小巴士來嚟，最電影鏡係佢睇到老幾多強容嘅塊面色。你從來唔是跌倒嘅東西，是輕易裂下冇能力本嘅東西。你從來唔是跌倒嘅東西，是輕易裂下冇能力本嘅東西。強容嘅後在有幾多變，唔記得幾多遍，受傷嘅心靈大幾多前有幾多年，從來唔敢發現思念才發時間。愛情你冇辦法理解，全部已講，全部照做，你都準備好嘅選項，全部已講，你都安排好嘅理想，全部已講，全部照做，全部已講，是全部已講，全部已講，全部照做，你都準備好嘅選項，全部已講，你都安排好嘅理想，全部已講，全部照做，全部已講，是全部已講。全部已講，全部照做，你都準備好嘅選項，全部已講，你都安排好嘅理想，全部已講，全部照做，全部已講，是全部已講，是全部已講，是全部已講。
No No No， 向個後座要幾多遍，唔記得幾多遍，手中的心靈大幾多，陷入幾多年，從來唔該花錢事業才發時間，全部已講，全部照做，你都準備好嘅成功，全部已講，你就安排好嘅理想，全部已講，你全部照做，全部已講，是全部已講，是全部已講。從來唔是得到嘅東西，是喺你下冇能力換嘅東西。你從來唔是得到嘅東西，是喺你下冇能力換嘅東西。何方你创作国语啊 ，rapper， 真的，我真的很羡慕 rapper， 真的哦。你也 rap 得很好啊！我那个真的是死了很多细胞。好高啊 rap， 没很简单呢，真的没玩过，你要念到很有味道，那真的是不容易啊。对，没有那种细胞。对啊，要练习，我练习，我加糖给我们口味。但是那个真的没有那么简单，那个天生的，我爱练，自己咪爱练。对对对，啊，加个创一条歌的，对啊，有乜个创作的故事嘛？那条歌呢，其實我想講，你聽嘅歌名是啲，佢要從聲音呢哦，本音嘛，叫佢講，好啊。冇是全部已講好咧，全部已講好咧。其實呢條歌我想講嘅東西，然後歌舞啊，歌舞呢條專輯啲背其他嘅歌，其實係冇強容。呢條歌其實想講嘅係，想需要你 vocal， 然後然後你字母嘅咧這個關係啊。因為其實有時候聲音呢哦，都差唔多睇咧哦，為咗自己嘅想法。想需要爸爸媽媽可能。溝通上，我覺得有時候這個關係就是一個很沉重的關係。我是為你好，沒錯沒錯，因為爸媽也想說，我對你好的一句話。哦，對，真的有時候是，就是你的愛嘛，但是你的愛有時候就很沉重。然後我覺得很多時候這個關係它其實就會變得一個很沉悶，所以這首歌其實它跟其他首歌的風格也不太一樣，它就比較慢，然後好像很多東西卡着的感覺。對，如果繼續卡到音的感覺，找不到出口的感覺。對，找不到出口，就是好像卡住這樣。但是哦，其實我一條歌底本應該自己就去記吼，歌詞應該自己其實當重要，其實係講。你從來唔是得到嘅東西，是係你哋下冇能力換嘅東西。即係講，其實你爸爸媽媽其實可能成長的環境其實未親動辛苦啊。古時候佢哋可能未從來冇講，爸爸媽媽對他說，等下跟他溝通啊什麼的。他們自己其實也很辛苦。那我就覺得說，其實。有點像是說你自己沒有被人家這樣對待的時候，你也很難這樣去愛別人。有可能是因為他們也沒有真的他們也沒學習過。上次在網絡上就看到一個年輕人，他就發了一篇文，他說小時候總覺得為什麼我爸爸媽媽這麼的沒用，別人家的這個生活環境都很好，什麼什麼之類。後來長大以後，他為人父母，他才真正的了解到，原來。我的爸爸媽媽這麼的辛苦，對，就靠着微薄的薪水把我們的小孩子等養成長大，真的，對啊，媽媽真的很辛苦，對啊。然後我覺得，其實有時候這個關係哦，他有時候就會變成說很，好像你要爸爸媽媽想要跟小孩當好朋友嘛，但是。好像就沒辦法，因為他們那個就是會有一個位階，相愛相殺，有點隔閡啊。對啊，反而就是因為愛上對下的概念。對啊，是啊。然後過去是講的事情，是這個感覺，對這個故事。是這個小孩子跟家長的真的，因為我就經驗，真的，對，有時候真的。小時候他們當然就是隨時都跟在你旁邊，但因為他有又有自己的想法，對。他有他的交友圈呢，你們已經都私情嘞。我們也覺得說你這個朋友圈
你这个圈子可能不好哦，什么的哦，你不能讲他朋友。可以有听嘻哈音乐的朋友吗？我很希望他教一些这种，但是他教的不是嘻哈的，他是吸别的东西的。开玩笑了，就可能比如说他认识到比较不喜欢读书的一群人你就会觉得物以类聚。会担心他嘛？但是你又不能讲他朋友做唔得咯。讲佢嘅朋友冇好，你总会讲啊朋友冇好。对呀。但这个都是过程啊，对，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年轻过来的。去跟他碰撞，这样对，那是他的人生的。真的，我觉得好像有过了一个阶段之后，你会觉得，我跟你讲，一定是那个荷尔蒙真的也有在点作祟。没错，时间过了，就觉得青春的叛逆期嘛。对啊，真的，对啊，对，其实也蛮重要的，对啊。是才发，父母也要学习啊。是啊，我们一直都在学习当中，怎么样好好的跟小孩沟通，对啊，才能够真正的变成朋友嘛。对啊。啊，你有没有开始创作？你本来就会创作客家歌的吗？其实冇，我水线其实本来是写方言学多嘛，是从台资家强，因为其实我从小其实唔晓讲客。古说水线厉害诶，喊做的，喊会慢慢学吼。我是讲水线是用方言来写嘛，都每其实差不多咪系我可以时谈来共创的东西的时间。我其实是会上多，因为其实嘻哈音乐哦，你的文化其实清创了，就是点是讲，我讲伊切架系。老拍声音冇强用的地方係哪片？又係講青島 rapper 佢哋會講I'm from Philly， 從哪位來嘅？你從細係大哪片嘅？故所我是想講冇，其實對我來講，我想做一件真緊吼拍聲音冇辦法做嘅事情。其實對我來講，可能是我自家嘅文化、客家嘅文化。有啲東西其實唔係。拍聲音做在做嘛，使用愛做在做。對，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也算客家嘅懂社會東西。係啊，客社會東西，講真咧，客家做咧唔過香港人真係唔會談咧。對啊，因為其實我學幾條曲都，如果是風格喜歡，或者是其實他們是真的可以穿越語言。就你懂整齊、懂後堂、懂語意思啊，那殺了帶一條。那會種風格的歌。小下冇強咯。你頭先講到。想要客語音樂可以有沒有？就是流行有沒有？其實應該自家成為取青島冇強嘅風格嘅歌，三年一條歌是係嚇，然後挑戰你兩條歌好冇強容，一度浪道其實感冒嗎？就條從就是說冷道嘛，你講嘅係性共度浪道，心寒。對，你的歌詞聽歌名聽起來都覺得好像怪怪的，身體都不太好的感覺。他們是全部不一樣，全部講了，也還有浪道，哎呦 ，rap 就是要憤怒。對，彈過來。Baby， 愛是將我老你強下追起。見面到嘅行路可以共飛嘅表情，啲間房啲都經常可能發生嘅事情係啲。I'm probably a little overthinking, I'm thinking， 個馬路嘅時間輕易介紹，咁少機會，慢慢行路嘅先啲 boy do。Tell me your secret, I'll be your man， 做最好嘅朋友每朝。Girl you do me like this, baby why you do me like this？ 想讓你強下一若飛，盡量在你每條呼吸，剛好懂你 ，baby。你見着就不愛對，對你就秒我做露出，講嘅無限就是情唔啲係真是喊係理由，心都衝就安撫，實際上你心中浪天中斷負斷秋。Sing it to London, I run for. I really don't wanna go out with you, baby. 講出宣言，幫你自家就擺機會，落機會 ，yeah， 該輕易就放棄。Baby, would you do me like this？ 想我老
hero free. I hope I'm not being too pushy to ask you out with Christmas Eve. Let's go for a walk or something, yeah. If you want, can go get a Christmas tree. To spend some time with me, baby. 是包一空天上没口气。I hope I'm not being too pushy. Girl, why you do me like this? Baby, why you do me like this? 想我老你，恐吓 hero free。这种声音，我已经不行，恐吓到你 ，baby。Baby， 本意这个机会。What's possible, baby, between and leave. 是吗？哇！我哥唱到原曲，你吗？原曲啊！懂有咪头。哎呀，真的好舒服哦，听到都想睡觉了，睡觉，睡着了，脚都睡着了。哎，两条狗诶，给一把吉他用，肯定给他嗓音啊，真的有一种。对，而且他声音就会有吸引人的，还可以吗？可以，唱的又好，也是字体发光型的艺人。哎呀，刚刚你们时间还感受不到他的唱功，哎呀，真的，你一弹吉他有进步就对了。啊，不是嘛？有进步，你本身实力就很好，才有进步，按他的音的。人家叫 cover 吉他的歌。哎呀，有啊，你自己会创作，你还 cover 人家的歌？甚至啊，因为其实相信看其他。可能我还没办法写的那么好听，有没有？有些歌觉得哇，写的好好，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如果我以后哈嘎个音哦，每走在走像安用，一定会很棒。我知道一定很棒，但是我要让别人听听看。大部分都 cover 蛮你的歌，我看。哎，其实其他动种一个情窦就会想要玩玩看，但是我前阵子。有跟那个就是哥哥的乐团这样，然后给我对不起，我欠了你，对，没错，眷恋的来自后山，对，你有 cover， 我就有 cover 这首歌，哎，罗哥很爱哎，罗哥。我觉得是美秀粉。我算他粉，我小孩介绍我听的。我知道我好像跟我就是我不知道是我哥跟我讲说，好像听说你的小孩有在听。对，他就有一天爸，我跟你听，就是我那个19岁的罗姓少年，哇，他那时候也大概16岁吧。哦，只16岁，14、15岁，15岁，国中生嘛。哦。对啊，爸爸不糖，嘿，然后就糖啊，细粒的目睭。看到大粒的领头，他很知道你的喜好哎，15岁的罗姓少年那时候就知道。对啊，我想那么小，很懂呢。哎，有其父必有其子。没错，就是这条卷烟这样。对呀，然后 cover 哥哥的，而且那时候其实还有机会，我就真的是跟美秀一起。唱，因为他刚好是有一个活动的爱听，哇，好好玩哦，真的，对啊，唱一下。好，这首歌，我那时候在表演的时候来说，这首歌不叫卷烟哦，点燃，对。请拍线，其实便宜，也是该燃，其实唔係似偵探，從一眼研究，冇辦法停，我用個傘，你把掉，冇公司掉，愛定愛沒冇辦法，點燃點就愛該愛，心安好。可以。
较好听，比较好听，应该是他唱的比较没有，都听我堂哥跟尼西某嘛共用哈，他比较柔情一点，没错，而且我自己 cover 的话，其实应该係用叫做嘅歌詞嘅意思來反，咩講直接講叫做翻譯嘅歌詞哦，一家吃一家吃一家轉過來，有反奏一家很順的意思。對，每個世代的歌曲嘛，就像給勇士，我會把那個 C 莫安講那首歌，本來客家歌，我把它翻成台語，一樣的意思，對啊，但是就照那個感覺，好歌大家唱，你把它押韻起來，對，而且不同語言聽起來那個語感會很多，所以大家會怎麼會是長這樣？其實蠻有意思的，是個驚喜。對啊，是啊，好的歌，你看用什麼語言搭上去，好的歌又衝得厚，你還衝點，好的歌唱不好也是有點扣分。是，對啊，讚，加油啦！年輕還有很多的機會，路還很長。沒錯，希望我。有沒有真的那個一張專輯的時候？希望不要太久，趕快再對，這樣是等一下，沒有看一下時間。希望趕快再真的一個專輯來跟大家加油一下。跟那個客委會多申請一點。沒錯，拜託給我錢。他 VP 本給錢啊，給我錢。這個優秀的客家歌手真的多多支持資金啦，哈，補助了好好做音樂，做好嘅東西出來，本太子嘅堂度，絕對認真做，發揚客家嘅音樂文化。加油！好，謝謝，好不好？好，唱歌的朋友哈，繼續來報名哦。繼續打電話來，096667讓流浪等太子家打電話。好，今日節目都要告一段落了哈，多謝大家收看，謝謝太子家，謝謝大家，謝謝羅哥，什麼會？夢中必，多多支持，耶 ，rapper， 是孟小康老師還有我這些欣賞，耶，辛苦了，謝謝老師們，是孟天聰的工作人員，辛苦了。哈利班夢記得一聽到正式時段呢，老年大。